独孤兄，子豪兄，进去吧。等等，若是奉劝之语，休要再提。我只是还有一个疑问。说吧。你怎么从来都没问过我为什么这么做？子豪兄不是率性妄为之人，你自有你的想法，我又何必再问？况且，就算你是率性妄为之人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至于什么原因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并且，兰陵公主也是在下的姨娘。可是独孤兄，时辰已到，走吧。大人，怎么样？两人已进入吐蕃特使驿馆。好，好，你们都埋伏好了，别轻举妄动。诺。咱们进去抓他个人赃并获。那特使关咱们什么事儿？死不死的，就看他命大不大了。去吧。走。毛赞兄，子豪兄，深夜来访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来看看你。这伤怎么样了？请坐，请坐。没事了。好，上次你们踹我的地方都已经消肿了，这位兄弟咬我的地方也基本消过毒了，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那就好。今天，我们俩特意过来给毛赞兄道个歉。上次太激动了，不应该。子豪兄，这是我吐蕃的青稞酒，好喝得很呀，尝一尝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子豪兄，尝一尝吧，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好喝得很。那好，那这杯酒就当是我敬毛赞兄。那好，那我也倒上。子豪兄，毛赞兄，毛赞兄，这是我俩第一次喝酒，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。怎么会呢？子豪兄，你喝之后，我会做回我的老本行，还是当我的商人比较自在呀。至于大汤，以后我会经常来的。我喜欢大汤，喜欢子豪兄啊。再喝一杯吧，来吧。子豪兄，来，再干一杯。有人。毛赞兄，别怕。子豪兄，此刀
可是我之前赠送，正是。能死在此宝刀之下，我拉王毛赞也值了。不过子豪兄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难道是为了议和吗？是为了兰陵公主。兰陵，夫，子豪，快把刀扔了！公主，你来干嘛？这吐蕃特使你杀不得。你不知内情，你快走！核心的是，我已经答应皇兄了。你说什么？子豪前几日虽然强颜欢笑，但眉宇间却透着暗暗忧愁。我突然暗自打探，得知吐蕃议和之时提出要和亲，这也是子豪为什么要来此刺杀拉王毛赞。王兄，你闭嘴！公主，杀了这个满脸都是毛的东西，就算以后大唐跟吐蕃战事再起，也不会有人再提和亲之事。子豪，你这是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。我身为大唐长公主，理应该为我大唐万死不辞。仅牺牲我兰陵献一人，就可以保我大唐边境安宁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为何要推脱呢？王兄，让你闭嘴，你没听见吗？走，不许对特使无礼。特使，子豪无礼，实属是情势所逼，也请特使不要见怪。没有关系，我想说一件事情，你们到底要不要我说嘛？你敢说？王子豪，你说死你！说！其实也可不必和亲。什么？你他妈玩我呢子吧？豪，你让他说完。其实这和亲本来也不是我赞普提出，在议和之前，有2个人来找小弟，给小弟做了个生意。什么生意？他让小弟在议和之时提出和亲，想必我赞普也能抱得美人归，也不会反对的，我就答应了这门生意。没想到子豪兄，拉王毛赞，你他妈还真行啊！做生意都开始倒卖公主了，是不是？你他妈挣钱不要命了你？多谢子豪兄夸奖。谁夸你了？这样吧，下次议和，你不许再提和亲的事儿，听见没有？那可不行，为什么？我们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信誉。我虽然不是你们大唐人，但是我吐蕃多少瓶50瓶、 ？30瓶60瓶。哎，你这么晚了，还在街上溜达呢？哟，还带了这么多兵啊！公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老王赞，你这儿有没有躲人的地方70瓶。成交。杜姑父，赶紧给我闪开，别耽误我们办正事儿。就是，正事儿？什么正事儿啊？在这驿馆下边，难道是要抓特使吗？胡说，我们要抓。我们要抓，哥，咱们要抓的就是他。还有一个去抓那个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抓谁用不着你管。对，快闪开，上，闪开，走。毛赞兄，哎，别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这是要劫持侯爷还是怎么着呀？还是要劫持特使啊？哎呀，原来是海尔兄弟啊！怎么着？这大半夜的带兵闯进特使房间，想要干嘛呀？这个，你不是你什么你啊？我怎么了？我是听说特使身体不适，特来探望，不行吗？那我们也探望，探望。啊，这大半夜的带着兵踹开特使的房门来探望，也挺有创意。我也信了。不过，就是不知道明天皇上信不信啊？啊？哎呀，侯爷，你看，误会了，误会，一场误会啊，一场误会。以为吓人，没什么呀。说吧，带多少钱？掏出来，搁这儿。真没带钱，侯爷，谁能想到今天有花钱的地方？
那谁能想到今天他就有花钱的地方呢，是吧？那这样吧，你留下，你回家取去，1000两银子，1分不能少，1000两，过时不候啊！去吧。是，我弟坐这儿正好。哎呀，这个6、9兄啊，不是6、7兄，你看，我这次来呢，一是为了探望特使，2就是为了这个青稞酒。这青稞酒可不一般啊，它是特使跟着大师兄、三师弟还有师傅师徒4人，历经了千辛万苦、9九81难，才从吐蕃背过来。而这个酒呢，又是上好的青稞，经历了9九81年才酿制而成的。那既然6、9兄、6、7兄都来了，那就喝一点，驱寒。别客气了，压压惊嘛。我这没好喝的很，压压惊，好喝的很，压压惊，来点，好喝的很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抱着喝吧。嚯，子豪兄，庄好有人呢，兰陵公主。嘘。哎，大人，真他妈慢，下去。回来，钱来了啊，来了，哥，赶紧走。哎，等，怎么了，侯爷？好。这说说，哎呀，为什么和你们俩要银子？这侯爷，看您说的，熟人呗。你想多了，是酒钱。啊，你看那个青稞酒，这可是吐蕃特使跟他大师兄和三师弟还有师傅师徒4人历尽千辛万苦，9九81难从吐蕃背回来的。这个酒也酿制了9九81年，价值万金，跟你要1000两银子，已经算是给你打了1折了，要知足。是，知足。你请我喝的呀？我请你喝，那不代表特使请你喝呀，这是人家的酒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当交了学费吧。谢谢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先走。哎呀，莲莲，你们2个倒是在这喝酒，把我留在那床后吃灰。没有，刚才要是马上就放那2个小子走了，他们俩肯定不知道害怕，肯定藏在这什么窗户缝什么偷瞄咱们。这样的话，你看他们惶惶如丧家之犬，肯定一刻不停的就滚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子豪的确是言之有理。我刚才确实把你忘了。老毛子啊，既然这钱我已经付清了，那么是不是议和的时候你可不能掉链子？这个怎么会呢？我们商人最讲究的就是，子豪兄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钱了？好的。废物！是，猪狗不如！是，要你俩何用？没有，那就自缢吧。是啊，不是娘娘，我们赤胆忠心呐，娘娘。行了，下去吧，碍事儿东西。千寻，你怎么回事？许是奴婢听错。你从未出过差错，怎么这次出了差错？奴婢立功心切，铸成大错，请娘娘降罪。千寻，你跟了我多久？千寻对娘娘一片忠心，此生不改。千寻，你跟了我多久？奴婢从小就跟着娘娘。你记着就好，
没有我，你早就饿死街头。不要跟王修那帮人混得久了，就忘记自己的身份。奴婢不敢。行了，下去吧。诺。昨日议和结束，我大唐与吐蕃已协议停战，吐蕃已撤出咸川以东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陛下，此番议和成功，3位议和特使当立头功。上官大人，你这是急着为3人请赏啊？放心吧，朕已命人去重赏3人。谢陛下，3人有功，自然当赏。不过老臣却是为3人请罪，以免3人骄纵。钦此。谢陛下。王大人此次议和立了大功，圣上啊，不知道多高兴呢。哎，是啊，若非陛下提拔，哪轮得到我王修立功啊？来人呐，给公公备几瓶酒花玉露。不用啊。圣旨到，王修、王子豪接旨。哎，怎么又来了？哎，贵公公，慢点，看台阶。哎，这有个门槛儿，哎，慢点哈。哎呀，那2位公公恕不远送。哎，哪里啊，王大人不必相送。哎，客气。那2位公公慢走，欢迎再来哈。有空一定来啊！一定再来，慢走。夫君，这皇上又赏又罚的，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也太抠了吧！这不叫抠，这是用赏罚分明的招数敲打我呢。那夫君不会在皇上那里失宠吧？那倒不会，不过能使出这招，这不是皇上的风格呀。到底是哪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出这么个馊主意？贱人！哎，走吧。不知道是哪个乱臣贼子，又在咒骂老夫。夫君，这段日子你都在议和，想死我了。哎呀，这腰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夫君你怎么了？我，你能不能规矩点？报自己夫君还要什么规矩？可是你这腿，哎呀，二女，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，给夫君准备的汤好了没有？哦。这丫头腰啊！夫君，哎呀，想死我！又来！哎呀，沉死我了！哎呀！怎么回事？这24、25、26、2501、2502、2503，加把劲儿！2504、2505。我穿上，095，我095，他的喊呐！我是汉子3，我是汉子4，我就是汉子。钱叔，哎，小侯爷，我来了。哎，小侯爷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不是，这都干嘛呢？练功呢？练功？哎，我都平时也没看他们这么努力，这么大阵仗啊！回小侯爷，这几日啊，咱们家地里也不知为何，总有成群的地赖出现。咱们家和他们打了几仗，有输有赢。夫人们呢，就让护院们勤练着功夫。这么严重呢？我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啊？可能是这几天呢，
夫人怕这个耽误小侯爷处理国事，所以就没告诉小侯爷。还有输有赢，哎，不是说这帮都是看家护院的好手吗？小侯爷，侵扰咱们庄子人数啊，实在是不少。输这几仗啊，也实在是因为咱们寡不敌众。不敌众，哎呀，那为了这个，在大肆的招募家丁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这个，栓子，二娘子，来，小侯爷，您有何吩咐？你们觉得这么练有用吗？有用。这些人呀，本身都是练家子的，而且各有各的法门，让总教头二娘子看就行了。那你跟着干嘛呢？报效侯府。精神可嘉呀。不过那些都是汉子们的事啊。潜入一看呢。行了，好了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交给你。就这么个练法，将来肯定是一群散兵游勇。行啊。来，我给你们支个招。快！像条狗真可笑，像条狗真可笑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。呀，二呀，抬起头来，挺起胸来，呀，二呀，我勒个亲娘，怎么跑来？呀，二呀，立定，1、2、3、4，向后转。现在由总教头二娘子训话。徐步走。完了，就这样。立定，列成一队，对跑。像条狗真可笑，像条狗真可笑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。像条狗真可笑，像条狗真可笑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。小侯爷啊，您的训法可真是独特啊，老朽真是佩服啊！立正，向左转，帮手，1、2、3，跑。小侯爷，干嘛呢？慌慌张张的。说，刚得到的消息，商洛地震了。商洛大地震，这地震了？刚跟吐蕃打了一仗，还没消停2天，怎么又地震了？我这大唐到底怎么了？喝开水驱蚊虫，用石灰水定期给居所消毒，一旦发现有疫情者马上隔离。还有官员牵头，全民捐款捐衣服，全军赶赴灾区，发扬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精神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相
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